兄姐妹，我们准时10点做礼拜哈。那我们在礼拜前，我们先预备心，预备好我们自己。在会前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预备心，还有为我们所有的设备都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运作跟预备来祷告。那也特别为我们的弟兄来祷告。我们有一位弟兄德强弟兄刚刚在外面有滑倒。那为他祷告，希望他的脚可以顺利平安，不会有任何的伤害。好，我们一起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殿中，来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也为我们今天一起做礼拜献上祷告，让我们能够在平静跟安稳当中，在安全的状态当中，能够来崇拜你，来敬拜你。施恩来看顾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所有的器械都能够为主所使用，所发出的声音，所做的每一样的侍奉，都荣耀见证主的圣名。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聚会，序乐。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美好的早晨中，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特别将以下的时间从头到末了，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你的话语充满我们，使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无论是听着、说的，都同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歌敬拜，永待我主为王。心灵两诗选38首。永待我主为王，羔羊在宝座上，倾听天上颂歌悠扬，声音压倒群响。我灵兴起歌唱，因主为我受伤，高声欢呼伟大君王，千秋万世无疆。
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起应文，诗篇148篇1到4节，1到14节，旧约的671页。诗篇148篇1到14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的命令不能废去。所有在地上的大海和一切养生行，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一起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公祷，一同为亚洲国家新加坡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教区教会祷告，卫理公会恩友堂牧师代派，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得到良好完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医护人员、军企人员祷告，愿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一同用主祷文结束这段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请萧天一弟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今天的经课有2处，第一处在约翰福音13章31节到35节，主是一条新的命令。31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要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2条经课在启示录21章1到6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感谢主。谢谢天一弟兄。读经，使徒行传11章1到18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们，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及至彼得上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4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4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
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3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3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6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神能拦阻上帝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正道题目是恩典无分别，我们请蔡伟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礼拜。刚刚我们在读这个奇应文的时候，诗篇148篇，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曾经唱过的一首诗歌儿歌，它是这样唱的：树上小鸟，园中红花，你要赞美它；山谷流水，海边溪沙，你要赞美它。听啊听啊，千万声音都来赞美他。主的儿女举起你心，都来赞美他。这首诗歌里面有很多的赞美，用各样的事物我们都可以来赞美上帝。我们可以再唱一次好吗？好，如果对这个调子有印象的话，我们用刚刚这些的词，我们来赞美上帝啊。树上小鸟，园中红花，你要赞美它；山谷流水，海边溪沙，你要赞美它。听啊听啊，千万声音都来赞美它。主的儿女举起你心，都来赞美它。感谢主，哈利路亚就是举起手来赞美上帝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讲很多的一些的教会的属灵的一些的名词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需要跟别人有一些的解释。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突然有一天问我，他说：你是基督徒，你知道阿们是什么意思吗？那时我突然间愣住了，我不晓得阿们是什么意思，因为好像阿们都很简单，就是祷告完就是阿们了，阿们什么意思不知道。可是后来反而是这个没有信主的我的学生、我的同学这样告诉我，他说：阿们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哎呀，我居然觉得天哪！我来教会这么久的时间，我从国中就来教会了，然后国中信主，一直到高中，我居然不晓得阿们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跟我们的身边的朋友也做一些这样的解释。有时候你突然间可能出口一句这个属灵的话语，或者是叫做专有的名词，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让他们用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告诉他们。所以专业是什么？专业就是用别人可以理解的话来告诉他有关这个真理的事情。所以不是要用我懂的话，是用对方懂的话来去了解。所以哈利路亚是什么？哈利路亚就是向耶和华举手。
向上帝举手，就好像我们看到足球赛的时候，当有人踢进球门的时候，哇，举起手来，那个样子就是哈利路亚。当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奇妙的时候，举起手来，哦，哈利路亚，就是感谢上帝、赞美上帝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我们的感谢赞美，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事情发生，美好的事就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把美好的事、做新的事、做美好的事放在我们当中。刚刚我们的诗会读到启示录，他说：“看到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上帝把一切都更新了，我们是不是应当要用这样来向上帝献上感谢和赞美？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赞美为祭献给上帝。圣经里面，上帝不要再用这些的牛羊，上帝不要再用这些的牲畜，上帝要的是一颗感谢和赞美的心。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用感谢为祭来献给我们的上帝。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啊。那我们当中的姐妹也不要觉得在意啊。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小姐，她这个很喜欢武术，学武术，学这个柔道。她的老爹很紧张啊，她老爹想说：天哪，我的女儿这个学这些武功，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呢？他就跟他的女儿说：女儿啊，这个老爹很为你担心，你学这么多武功武术，万一你嫁不出去怎么办？这个谁敢去娶你呢？啊，结果这个女孩子就说：她说老爹不用担心，如果今天我会武功的话，如果我喜欢哪一个男生，他敢不娶我吗？听得懂意思吗？哈，如果我会武功的话，谁敢不娶我呢？对不对？所以另类思考，有时候我们常常直线的思考就是：哇，你会武功的话，谁敢娶你？但是他说：如果是我会武功的话，我喜欢谁，谁敢不娶我吗？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的思考方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幽默。其实基督徒应该是快乐跟喜乐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基督徒就是一脸很愁苦，然后我们发福音单张给别人的时候，别人会告诉你说：你都这么愁苦，我怎么领你的福音单张？如果你都这么愁苦的话，你信耶稣都信这么苦，为什么我要领受你所信的这位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学习用感谢为祭献给上帝，也用幽默感的方式与人相处，用幽默的方法跟人接触。当然，幽默不是要幽别人的默，是要幽自己的。所以可以讲自己的问题，可以讲自己的难处，可以讲笑话，但是不是要去幽别人的默，不是要去伤害别人的，而是要讲自己的问题或难处，都是很好的。上帝帮助我们。这个我们在台语里面讲叫做吼胸绕腿求进步，所以希望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接受别人有幽默，然后我们也接受自己可以有幽默。其实让幽默可以成为一个彼此之间好的润滑剂。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能够透过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祝福跟帮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用这个祷文来祷告，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因为有这个快筛之乱，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好像很紧张害怕，所以都想要去做快筛。可是各位知道，在3000年前的埃及的壁画就已经有这个图像出现了，请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从网络上看到一个让我觉得会心一笑的，就是我们现在在戳这个鼻孔，有没有？结果3000年前的埃及的壁画也有这个戳鼻孔的那个图画。各位知道这个是戳什么鼻孔，知道吗？其实不是戳鼻孔，那个是这个女生她拿着一朵鲜花要给她的国王闻那个鲜花的味道。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原来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是好玩的，很好笑，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很像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学习一些看到一些图画的时候，不必一定要很严肃的去看待它。这个象形文字代表什么意思？不必要。
有时候就很轻松的、很简单的去了解它，去看到它跟现代的生活有些相似的地方。上帝帮助我们，刚提到了基督徒需要让人感觉是 easy 的，是幽默的，是好相处的，而不是都是严肃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跟人有美好的相处。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就是让人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是普及给所有的人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是彼得他在陈述他去做了一件事情，在11章之前有第10章的地方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叫做哥尼流，这个人他是意大利营的这个军人，他是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军人，一个军官，他是一个罗马人，但是他是在犹太地，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信主的一个外邦人，一个罗马人。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他们只能够在外围的地方。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上次我在这个圣殿的一个模型图上面有提到，有一个地方叫做外邦人院。外邦人院就是信主的外邦人，或是信主的非犹太人，他们才能够去到那里来敬拜上帝。他们是不可以到犹太人的区域，或者是进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他们叫做只能够在外边咔咔角的地方，他们是不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因为他们叫做不洁净的，或是他们叫做不属灵、不圣洁的一群这个族群或者是百姓。所以这些人他们来到圣殿当中，他们是要被区隔的。而这些人他们为什么需要来信这个犹太人所信的上帝？各位知道，在过去2000年前，由这个罗马帝国创立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帝国，这个叫罗马帝国。它的范围可以从这个最西边到这个英国的下半部，一直到整个地中海区域都是他们的。各位知道，如果当过军人或是打仗过的人，应该都会晓得说，其实有时候在打仗的时候，心里是很空虚的，心里是很这个有罪恶感的，或者是心里面是很难受的。有很多人必须要靠酒精或是靠一些药物去麻醉自己，有的甚至是需要透过一些的娱乐来麻醉自己。比较好的人，他们会去寻求心理的平静，他们会希望去占领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有哪一些的信仰或神明可以帮助他们心里可以恢复平静跟安稳的。并不是他们罗马人没有自己的神明，而是他们希望说能够透过在地的有一些的宗教信仰，可以让他们恢复心理的平静。而这个罗马人，这个哥尼流这个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罗马兵，一个罗马的军官。他来到以色列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犹太教的信仰或是犹太人的信仰，能够让他找到心灵的平静跟安稳。但是很可惜的事情是，这个百夫长，这个意大利人，他是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圣殿里面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背景啊。哥尼流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百夫长就相当我们现在讲的部队里面的连长，他大概可以管100个阿兵哥。那他是圣经上提到说，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虽然他是一个罗马人，但是他是敬畏上帝的人，他又是一个虔诚人，他每天祷告。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他在祷告的时候，这个天使就来找他，然后告诉他要去做一些的事情，包括要去邀请这个彼得到家里面来讲道。然后他跟他的全家都是这样做的，不是只有他自己，包括他可以带领他的全家都能够当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家庭。然后他是多多的周济人，他能够捐款给需要的人，他能够去帮助别人，而且他能够常常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外国人是非常特别的，他能够不单是他自己祷告，他自己信上帝，他还带他的家人信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一个外邦人，这个罗马人，这个犹太人不能够接受的这一个叫做非我族类者的这样的一个人，上帝居然也施恩给他。所以当彼得去完成在他家里的福音工作的时候，有人就不高兴了。犹太人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一些外邦人他们叫做俗而不洁的，他们不应该一起分享上帝的恩典，所以才会有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出现。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一个事情是，上帝的恩典是普及给所有的人的，所以无论我们是什么样身份的人，无论我们是什么角色，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族群，上帝的恩都临到给愿意相信的人。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1章24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可福音11章2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罗马人，这个哥尼流，这个罗马的军官，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信了上帝，但是他并没有办法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上帝。可是他每一天的祷告，天使就来到他的身边，来告诉他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去邀请谁来告诉你有关上帝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哪一个信耶稣的人，信上帝的人这么久的时间，你真的有看到天使来到你家，然后来告诉你说你可以邀请谁到你家来跟你传福音，来跟你做见证？没有人，几乎很少。我们有圣灵的感动，但是他一个敬虔的人，他居然有天使亲自跑来告诉他说你要去找这个在约帕的彼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罗马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祷告到天使都来告诉他说你可以去邀请彼得到你的家里来跟你谈有关信仰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做的事情不是只有一面做的，他不单是告诉这个罗马人这个哥尼流，他也要告诉彼得，教导彼得有关于信仰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他好像所有的事情都知道，并不是的。他还是有一些的捆绑，他还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去释放的。我们来看一下第7节的地方，今天经文第7节，我们来念一下经文第7节的地方，一起念，接着经文一起念来。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那样的感受会更加的直接。各位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律法书里面特别提到俗而不洁的物，圣经里面提到说这些东西是不可吃的。所以各位知道，我们常常在吃的一些东西，在圣经里面是不能吃的，知道吗？像我们现在吃的猪肉，我们每天大概很多人都喜欢吃排骨饭，或是吃那个肉燥饭。昨天我们家师母跟我一起去外面买这个卤肉饭，很好吃哇！我们吃那个猪肉，好棒哦，那个肉很油、很厚、很好吃。可是各位知道，那个东西在犹太人，在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的我们的穆斯林的这些的教徒，他们是不能吃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叫做俗而不洁之物。各位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印尼的外佣，或者是家里面有这些穆斯林的教徒的家人的话，应该就会知道他们是不碰这些东西的，因为这些东西叫做俗而不洁之物。在旧约圣经里面说，分蹄跟倒嚼的东西才是叫做洁净的动物，所以羊是可以分蹄的，又有倒嚼的，所以它们叫做羊是洁净的物。牛也是，它是分蹄又倒嚼的，但是猪只有分蹄没有倒嚼，所以对他们来说，猪叫做不洁净的物。所以对这个犹太人来说，他们从小就要遵守这些的诫命规矩，或是这些的条件，这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彼得从小就在这样的信仰环境里面长大，对他来讲，他的认知就是这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但是今天他突然间看到有一个异象，告诉他说，你要起来把它宰了吃。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从小就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不能吃的，可是突然间有声音告诉你说你要起来吃，恐怕你会心里面会有很多的 OS， 包括你会有很多的抗拒，这不是我应该要吃的东西。各位，犹太人透过一些的律法上的规条，还有包括吃的洁净的物，或者是这些的东西，跟一般人不一样，来显示他们的身份跟别人的不同。有一贯美，他信主了之后，有一天他跟我分享，他说：“牧师，你知道，在以前我们在一贯道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有分别的。如果今天我是吃素的，感觉上我就是比别人高一等，因为我吃素，所以我比较轻，好像整个身体是
比较这个圣洁的，然后如果是那个吃荤的，他们就是比较肮脏的、污秽的，所以感觉上就是我好像是跟别人不一样，所以用这个来区别说，你看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人，你们就是比较糟糕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透过饮食，透过一些的方式方法区别跟别人不一样，甚至是用这个来贬低人，说你们这个叫做不洁的，我才是圣洁的。你看我是这个很轻的，修得很好的，你们叫做没有修行的，好像感觉上就区分了这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在教会里面，我们会不会也常常有这种态度？这是我们是信上帝的，他是不信上帝的；我们是信耶稣的，他们是没有信主的。他们叫做外邦人，我们叫做自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讲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叫做弟兄姐妹。很多人在外面的时候，你可能是公司的董事长，你可能是政府的官员，很多人可能在外面是摆地摊的。但是不管你的身份跟角色是什么，教会里面最美的地方就是，无论你是贩夫走卒或是高官贵族，我们都可以在主基督的里面成为弟兄姐妹。不管你今天的身份地位多高，今天总统来在这里都一样，他就要乖乖的坐在这里来听讲道。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我们叫做弟兄姐妹，再高的人都要在这里谦卑下来，因为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时候常常会去区分，这是外口的人，这是咱里面的人，这是外面的孩子，这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必要的，这是不必要的。上帝的恩典普及给所有的人，人可以选择你愿不愿意接受，但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去贬低别人说，你看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的地方，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第9节上帝说的话，让彼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改观。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些东西在彼得的眼中来看，这个叫做俗而不洁的，我们从小都不会去碰这些东西的。可是今天上帝却告诉他说，上帝所看为洁净的，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这些东西是突破了彼得的一个想法跟观点。对他来说，以前这些东西是不碰的，然而今天我却居然要碰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上帝说这是我所洁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是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别人好，比别人优秀，或甚至是学历比别人好，或甚至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时间的比别人久，所以我们可能都觉得我们是比别人还要优秀，还要好的。我们并没有去看到说，上帝让许多人有机会可以来信主。有些人从小到大，都从主日学，从青少年团契，从社青一直到长大成人，都在教会的里面。然而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中途才进来认识耶稣的。无论我们是什么时间进来认识上帝，然而上帝都给我们所有的人一样的恩典，没有因为我们是这个从外面突然间转进来认识上帝的，所以我们的恩典就比别人少。也不会因为我们是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里面长大，所以我们就比别人多了什么。上帝的恩典都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对每一个人都一样，并没有分别。我们来看一下提姆凯勒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提醒。这个光头的牧师他这样说，他说一般的宗教，他说我遵守教条，所以我被神接纳。然而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说，我被神接纳了，所以我应该顺服他。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放在第一个阶段里面，就是我们认为说，我们遵守这些的诫命，遵守这些的规条，遵守这些的法令，遵守这些的这个命令，或是遵守这些的上帝的话，为的是什么？希望我被上帝接纳。民间信仰或是不管任何的信仰，他们都有这样的概念，就是我做好事，希望我可以被接纳。
然而，基督徒的认知不是这样。基督徒的认知是：我已经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应当用好的行为、用好的方法、用好的回应来回应给上帝，所以我顺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蒙恩了，我们已经蒙恩了，上帝已经把恩给我们，所以我们应当用好的行为、好的方式回应他，而不是我们用好的行为来赚取上帝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没有办法用钱、用行为去赚取，唯有领受了恩典之后，我们用好的这样的行为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比别人优秀、比别人好。犹太人并没有比别人优秀、比别人好，而是他们成为蒙恩的人，以至于他们需要回应上帝的恩典，他们有这样的义务要回应上帝的恩典。我们信耶稣的人也是这样，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有顺服上帝的态度，是回应上帝的恩典，而不是我们用好的行为来换取上帝的恩典。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基督教信仰，让我们学习到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蒙了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当好人，上帝才给我们恩典，而是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就把这恩典给我们了。所以，当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来顺服这些的教导的时候，他说，犹如让生命进入成熟的过程，灵命也逐渐的成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的历练跟成长是一步一步成长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一触可及，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或是目标。但是，当我们一步缓步成长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渐渐的进到人的完全跟圣洁的里面。卫理公会特别强调，基督徒应当过圣洁的生活，而圣洁的生活不是指你要完完全全的没有罪，不是，而是当你往这个对的方向走，或是当你往这个正确的路上行的时候，你就在圣洁的路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上帝让我们能够缓步的在教会里面学习成长。我们也需要除去一些过去的认知或是想法跟态度，包括那个叫做圣俗之分的那样的一个界限。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去区分，这些人才是圣洁的，这些人是不圣洁的，外面的人叫做外面的孩子，然后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才是叫做教会里的孩子。弟兄姐妹，我常常提醒一个事情，就是今天只要进到荣光堂的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荣光堂的弟兄姐妹，而不是被区分说这些人叫做外面的人，这些人叫做教会里的人。只要今天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人，都应该是被接纳的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小朋友或是一些年轻人到教会里面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去区分说，这个叫做外面的孩子，这个叫做自己教会的孩子，这是不应当的。上帝的恩典是普及给所有的人的。我们来看一下彼得接受了上帝怎么样的教导跟指导。我们来看一下1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2节，一起念来。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这里括号里面有小字叫做什么？不要分别等类。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彼得的信仰，他从小的信仰来说，他叫做会分别等类，因为这个叫做不洁净的，这个叫做不好的，这是外邦人，我们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可是上帝要突破他的界限，就是恩典是普及给所有的人的，所以不要分别等类。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给所有的人，没有任何的分别等类，只有人选择愿不愿意接受跟相信。所以潘霍华这样说，只有信的人才会顺服，也只有顺服的人才会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信而顺服，我们是顺服之后，不是因为我每个礼拜来教会做礼拜，不是因为我11奉献，不是因为我做一些什么样的宗教的仪式，以至于我叫做基督徒。是信的人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信的人才是上帝的儿女，信的人才是上帝的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样式的人。约翰卫斯理曾经讲过一篇讲道，叫做差不多的基督徒。差不多的基督徒意思是什么？他说他所有的行为各方面都符合圣徒的要求，包括他行礼如仪，包括他每个礼拜来做礼拜，11奉献，他也祷告，他也有很多很多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行为，他唯一缺乏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他没有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叫差不多的基督徒？因为他缺乏的地方只有一件事情，叫做爱上帝跟爱人的心。很多人不见得爱上帝爱人，但是他照样可以有这些的行为出来。一样我可以来到教堂做礼拜，一样我可以来上主日学，一样我可以来做很多的服事，但是我里面没有爱上帝的心，我里面没有爱人的心。所以一样我有很多表面上很多的东西，但是缺乏的是爱上帝跟爱人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基督徒的行为或表现，我们很多时候也追不上。包括有很多人跟牧师讲说，牧师你看那些佛教徒或是那些其他信仰的人，他们的行为甚至比基督徒更好。没有错，确实。但是基督徒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爱上帝跟爱人的心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才叫做完全。圣洁是爱上帝跟爱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才能够叫做完全。否则我们就是叫做一般的，这个叫做差不多的基督徒。差不多的基督徒，很多人可以达得到，但是爱上帝跟爱人很难去做到，除非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看一下14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尼流他怎么样去回应彼得的事情。1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4节，一起念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天使来告诉哥尼流，然后告诉哥尼流说，这个彼得，你要邀请彼得来。他说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天使来告诉哥尼流说，你要去差遣人去到约帕去找彼得来，他有话要告诉你，让你的全家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可以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的全家可以得救？你愿不愿意你的全家信耶稣？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的全家可以信靠上帝，而你制造机会给你的家人？你愿不愿意为你的家人制造机会，让他们可以认识上帝？哥尼流他制造了一个机会，就是天使告诉他说，你要去到约帕去找这个彼得，让他到你的家来，然后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的家人的缘故，去邀请牧师、邀请传道人，去邀请你的福音的朋友，去邀请你的这个属灵的长辈到家里面来，把福音来告诉你的家人？你愿不愿意去为了你的家人可以得救的缘故，让上帝的话可以进到你的家里面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制造机会给我们的家人，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认识耶稣。在我跟师母我们去到嘉东去这个开拓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她是从没有信主到信主。他是客服班的老师，他是我们在那里开拓的时候，我们经营了一个客服班。他是一个客服班的老师，他是怎么信主的？他是每一天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就在早上跟我们一起灵修。我跟师母，还有跟这个姐妹，还有跟另外一个社工，我们有4个人，我们每天早上都在一起，8点钟我们就一起灵修祷告。这个姐妹，她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连受洗都还没有。但是他还没有受洗前，他就已经在晨祷的里面分享说，他说我听到上帝的话之后，我有一些生命的改变。他有讲了很多他的自己的见证，他发现上帝的话真好，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听到上帝的话？后来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回到他的家里面的时候，他说他在家里面，他把电视开到15台，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关起来。因为我知道15台是哪一个台，知道吗？Good TV 好消息，对不对？好，他说他的先生工作完回到家里面的时候，都很自然的就会把电视打开来，然后一开就会看那个节目是什么。所以这个姐妹她做了一个设计，她什么设计？她转到15台，然后关机，然后等她先生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她先生一回到家，躺在沙发上一开，就是好消息频道，然后好消息频道。他先生回来的那个时间的节目是什么？叫做刘三讲古，老三公购。然后因为他们是乡下人，所以他们喜欢听台语的。
所以他一打开就是老三公过的时候，他觉得哦好亲切，这个东西真好。他的先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突然开始觉得对教会有兴趣了。他说我的太太去教会工作，然后我居然现在开始也对这个信仰有一些的兴趣，也想要来认识这个信仰。到后来我们这个姐妹她受洗的时候，她的弟兄也来到教会里面，虽然她那时候还没有受洗，但是她的弟兄也来到教会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制造机会给你的家人，让他有机会可以认识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的家人没有信主，我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我们有没有机会给我们的家人制造机会，让他可以信主？这个姐妹她只是转到15台，让她的先生开机就可以看到这个节目。但是我们有没有制造机会，让我们的家人可以认识耶稣？哥林多前书2章10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章10节，来看圣灵做什么工作。哥林多前书2章10节，我们一起念来。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要参透万事，他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连上帝深奥的事，圣灵都可以参透的。所以当我们愿意靠圣灵的帮助，然后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圣灵要帮助我们，因为他是参透万事的，他知道上帝的奥秘，他知道怎么样将好的福音的机会给别人。当我们需要传福音给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忽略了圣灵也在工作，我们要让圣灵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看一下，当彼得传福音给这个哥尼流的时候，他们家里面出现什么样的反应？15节，我们来念一下15节，一起念来。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做了一个见证说，这个罗马人，这个外邦人，这个我们觉得没有受割礼的这个罗马人，这个意大利的军官，他怎么信耶稣了？因为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说我刚讲到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在他们的身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回到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在第2章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些圣灵充满之后的这些人，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他们甚至好像非常的陶醉在这样的祷告的当中，甚至他们会讲出方言出来。我不是说圣灵充满你一定要讲方言，不是，而是他们会看出，别人会看出有圣灵充满的人是不一样的。在使徒行传里面第2章的地方提到说，这些人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些人的评语说，他们好像是被新酒灌满了一样。这些人好像喝酒醉了一样，哇，好像是这个好像很陶醉的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充满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就显出那样的状态，让人可以看到跟平常是不一样的。他们听到上帝的话，心里就喜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让圣灵工作。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你要让圣灵工作在这个人身上。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他可能就像这样一样，就是很陶醉的喜乐在他的心里面。彼得说，我一开讲的时候，圣灵就进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人都还没受洗，圣灵就已经充满他们。圣灵的工作常常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圣灵工作的速度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要让圣灵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让圣灵工作在我们的当中。这些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信上帝也要让圣灵参与在这些的工作上。17节，我们来看一下17节。彼得这样说之后，这些批评他的人就没有话了。17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7节，一起念来。上帝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一样，给了我们一样，我们是谁？我是谁能拦阻上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拦阻上帝的工作。有时候上帝透过某一些方式让人信主，有些时候上帝透过另外一种方式让人信主，不一定都是透过我的方式，不是透过我们的习惯的方式。有时候上帝透过一些的方式让人信主，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使圣灵工作，而不是我们拦阻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要设定一些什么样的规矩或是条件让圣灵工作，而是我们要跟着圣灵来工作。上帝愿意接纳那些真正悔改跟归向他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一些人可能我们不觉得他们是会信主的，或是我们不觉得他是应该信主的人，但是当这些人他们有机会接触的时候，可能他们会生命会改变，会悔改。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上帝要接纳的正是这样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上帝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当人愿意反省悔改的时候，我们永远给别人有机会，我们永远给别人有这样的机会回到上帝的面前来。18节，我们一起念一下18节的圣经，一起念18节，一起念来。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每一个人有机会。我们不是走预定论的，卫理公会不是走预定论，说谁预定，上帝预定谁得救，谁不得救。上帝没有预定哪一个人得救不得救。上帝的恩典是所有的人都领受的，只是人选择愿不愿意接受跟相信。但是上帝永远给人有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用去担心上帝有没有拣选你，每一个人都被上帝拣选，上帝的恩典是普及所有的人的。但是当我们愿意悔改信主的时候，上帝的恩就临到了，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就临到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就跟人传福音做见证，让人有机会就认识耶稣。不是预定谁得救，上帝没有预定谁得救或不得救，只有我们愿不愿意把福音传递给这些人，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悔改认识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一直给自己受限，说我们这个教堂以内的人才是圣洁的，以外的人好像不是有信主的人，或者是他们不圣洁的。在主的里面，我们愿意领受的人，不管在礼拜堂里面或外面的人，都能够领受这个恩典。耶稣不是说喜爱和平的人有福了，耶稣也不是说内心和平的人有福了，耶稣说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八福里面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但是使人和睦是什么意思？是积极的解决冲突，是为和平而付出行动的人。所以使人和睦的人是能够付出行动的人，是能够愿意能够行动去帮助人的，是能够去使人愿意能够和好的这样的人，而不是只是内心里面，不是只是言语上面，是真正有行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样，救恩也不是只有叫做嘴巴里面讲的，也不是只有叫做好像心里的平静，不是的，而是它是行动的。上帝的恩典是行动的，上帝的恩典是有能力的，是行动的，让我们有机会就可以像人这样来介绍福音。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信息：第一个，赦罪的恩是给所有愿意相信的人，所有愿意相信的人都有机会可以领受这个福音。我们需要的是主的赦免，所有的人都需要，不管是任何各种族群或各样的人，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跟赦免。所以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爱和恩典，不管我们今天信主多久的时间，这个爱跟恩典，上帝都已经赐给我们，没有分别，都是一样的。第二个，圣灵要临到所有愿意相信的人的身上，所以所有的人都能够信主之后，有圣灵来做见证。我们来看一下圣灵的见证，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来念一下《使徒行传》1章8节，一起念来。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不要让圣灵孤单的在那里，要邀请圣灵跟我们一起工作。刚提到了那个姐妹，她能够把电视转到那个频道，那也是上帝给她的智慧。上帝给你智慧，让你知道怎么样有机会就可以让人可以认识耶稣。我们来看罗马书8章26节，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念一下罗马书8章26节，一起念来。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让圣灵来替我们祷告，让圣灵来工作，让圣灵来推动，让圣灵来带领，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孤单，是以为是我们自己，我们把圣灵晾在一边。其实圣灵也很孤单，因为我们没有邀请他。让圣灵被你邀请，跟你一起工作，你就有双倍的力量，甚至是更大的力量来做这样的工作。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愿上帝帮助我们，有圣灵来带领我们。第三个，教会要接纳所有愿意相信的人。所以今天即使不管这个人是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也许这个族群是我们所讨厌的或是不接纳的，但是如果有人愿意相信，这些人愿意相信的时候，就要接纳这些人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有不一样的身份地位，有不一样的族群职业，但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上帝接纳所有愿意相信的人，不分你的职业，不分你的族群，不分你的这个性别，不分你的各样的这个职务是什么，上帝都愿意接纳信的人。所以愿圣灵引导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常常用开放的心去接受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都是领受同一位圣灵的。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成了一个身体，我们在圣灵里受洗，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就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里面，我们隐于一位圣灵，有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不管我们是什么族群或是什么职业的，你看这里提到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不管我们是身份地位高的、低的，或者是犹太人或是非犹太人，在圣灵的里面受洗，成了一个教会，而且成为有一个隐于一位圣灵，领受同一位圣灵在里面。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不去分别说他是什么族群，我是什么族群，他是什么样的工作，他是什么样的工作，并没有。在教会里，我们都是合一的，都是一体的。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结论的地方，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来念一下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因此你们可以宣扬上帝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举起圣洁的手，为需要的人祷告，成为上帝的祭司，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成为圣洁，被上帝来洁净。不管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来到教会里，我们重新洗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是属上帝的子民，不再区分我们是哪一个族群。我们全然信靠上帝的人，就是上帝的子民。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教会成为一个合一跟接纳人的群体，在这里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群体。愿上帝来祝福我们。那特别最后是要跟大家做提醒，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要以直播做主体来做礼拜。要跟大家讲，很抱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疫情的状况，让我们不得不要采取一些新的方式。本来我们希望也要配合政府的这个方法，要一起共存。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心里会有压力，也会有难处，因为家里也有小朋友，有老人家。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要重新开始回到直播的状态，以直播为主体。假设如果弟兄姐妹觉得来到这边做礼拜，来到教会做礼拜要接触许多人不安全的话，欢迎你在家里面跟你的家人一起做礼拜。刚刚提到了，你只要把你的电视转到那个15台，或是你的这个电脑把它转到直播的地方，你就可以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弟兄姐妹、跟你家里的家人一起做礼拜，让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
找机会让我们的家人跟我们有一起做礼拜的时间。第二个就是也保护我们自己跟保护别人的安全，因为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会害怕，甚至在政府单位里面也宣布，在后面2周都会有比较高峰期的状态。我们期待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家里面保护好自己跟家人。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要在家里祷告，求上帝更快的让这个疫情赶快过去，让瘟疫赶快止息在我们的当中。圣经里面提到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各位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位祭司叫做亚伦，当他祷告的时候，当他拿着香炉祷告的时候，瘟疫就止息在死亡跟活着的人当中。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举起圣洁的手，为我们的家庭守护祷告，让瘟疫止息在家庭以外，让我们的家庭都能够大得平安。所以不用担心没有办法来做礼拜。假设如果你考虑到家人的问题不能来做礼拜的话，欢迎弟兄姐妹用直播的方式直接在线上收看。当然教会一样是会打开的，所以如果你身体状况好，你说我一定要来做礼拜，我的身体状况很好，没有问题，也欢迎你。但是我们就是请大家要自己取出一个安全的距离，那我们一样可以在现场可以这样来做礼拜。所以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度过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时候，让我们可以重新再有机会能够恢复正常跟健康的状态的时候，再次回到上帝的殿中，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交谊跟交通。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成为一体，我们成为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接纳，彼此包容。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却在你的里面成为完全。我们都是不美好的，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成为美好。谢谢你，让我们无论是高官贵族或是贩夫走卒，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成为弟兄姐妹，使我们不去区分我们是什么样的族群或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一体，成为一个美好的群体，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荣耀的子民。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这里蒙恩，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勇敢举起手来祷告的祭司，让这些的瘟疫止息在我们跟家庭的当中，让这些外界的这些的瘟疫不能够来侵害到每一个人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都成为一个打仗的一个堡垒，能够有好的保护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以至于我们常常为家人祷告，他们也有机会能够认识上帝。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这里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金句在《使徒行传》11章18节，我们一同来念2遍，请。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使徒行传11章18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使徒行传11章8节。回应诗歌。谷中百合花，心灵良诗选159首。主耶稣是我良友，有主我的万有，万人中救主是我最好邻友。
请视线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上帝。我们将一切所得的一部分献上，用于教会事工上。求主悦纳，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一同起立。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中的徐玉珍姐妹和陈美华姐妹。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我们一同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到第二段的时候，我们起立拱手问安，然后不走动。OK， 好。耶稣。
事工报告，我们可以翻开周报。今日为复活期第5主日，欢迎实体及线上的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您。教会依卫福部2级防疫标准，主堂已解除聚会人数限制，但仍请会众依照教会防疫的规定，严格执行洗手、戴口罩、量体温等，营造良好的崇拜环境。第3点，母亲节礼物尚未领取的姐妹们，请尽快领取。本周主日结束后不再受理。下周主日卫斯理交换讲台，台语堂由黎志贤牧师主讲，国语堂由辛俊杰教区长讲道，蔡文牧师及师母至高雄卫理堂2堂讲道。请为牧者往返平安祷告。请为今年年议会在5月22日举行祷告。本教会由蔡文牧师及赵一兰姐妹代表参加，全程视讯的方式。年议会后举行会督案例长牧、副牧案例及各事工委员会主席就职礼。请为总会事项各项的事工祷告。本堂预定6月18邀请国际读经会讲员授课，举办旧约的圣经由宗讲座。那请大家尽快报名。然后7月17为激励会友更加熟悉读经，采用今年的每日研经释义金句。这上周的时候已经有报告过了，请大家可以去扫那个 QR code 来去做登记。因疫情扩散速度极快，教会顾及大家的安全，成日主日学及诗班献诗，即日起至5月31暂停服事，然后6月视疫情况恢复。各小组聚会方式，实体或是视讯，请小组长来自行做决定。教会制服艺人课程，从5月16到6月5号暂停，6月6号星期一复课。那恢复上课的时候会补齐时数，请大家保重身体。教会卫斯理传奇课程已经结束，请为学员有学习收获祷告。卫理神学院研究院新学期神学导论课程，请关心神学教育并为本堂延伸神学教育祷告。教会于2022年的爱读经计划，请参照研经释义进度阅读。请为今年升大学及高中的考生关心祷告。大学有正优、瑞恒、博仁，高中有寻生。请为本堂新聘干事代祷，求神预备合适的人选来接任干事一职。疫情期间奉献可周间交到办公室或者是采汇款的方式奉献。肢体消息我们自行参阅。牧师有什么要报告的吗？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的补充哈，因为我们刚提到了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是以直播为主体，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这个荣光堂的群组的话，那也有另外一个收视的方式，可以请大家搜寻在我们有网页荣光堂的网页，那上面也有这个我们荣光堂的网页的首页里面也有可以进入 YouTube 或者是进入Facebook 里面可以去做
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礼拜的方式。那所以请弟兄姐妹保重身体。那特别我们下2周都是比较严重的时候，那求上帝保守，让我们都能够平安的度过。那我们也期待6月份以后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状态。那但是也请弟兄姐妹要包涵因为我们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在比较安全的环境里面，原则上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就是服侍人员能够到场。那假设如果你身体状况可以，那你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打过疫苗，然后也有意愿愿意来参加实体的聚会，我们还是有开放所以请弟兄姐妹按照你的身体状况，但是不勉强。然后如果来的时候也请取好这个周边的距离最好都是能够有取好这个距离，然后做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控管。希望我们都能够很顺利的，可以在疫情经过之后，再重新的回到教会里面来跟弟兄姐妹一起的相处跟聚会。那假设如果万一我们的家人当中，或是我们自己有一些的这个万一如果是得到了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那需要教会的协助，也请电话，不用客气请电话到教会的办公室。需要送餐或是送一些的物资的话都可以跟教会这边来做一些的联系所以请弟兄姐妹就放心能够有各样的资源跟需要教会这边都能够尽快的跟各位做协助。那我们的下一周的这个卫斯理讲到是我们21号是我们的年议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的年议会是我们3年会有一次的会督的选举，所以今年是刚好新任的会督要上任。今年我们的新任的会督姓黄，叫黄宽裕会督，然后还有我们的其他的牧者要升等跟案例，所以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总会祷告，希望我们可以总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领袖领导，能够来帮助教会走在一个好的路上，能够继续的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带领教会能够往前走，跟上帝来带领。那也请大家注意各班的那个成人主日学，如果需要线上或者是要等候一段时间再开始，都请跟老师或是跟各班的班长做联系。以上，谢谢。我们一同起立，赞一颂。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的家庭、工作、生活一切蒙恩。特别让我们在疫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不害怕，勇敢来胜过这一切的难处。你的圣灵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里一切都得平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殿乐。